Hello，各位，歡迎大家又嚟收睇我樂哥嘅 channel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兩單由 Property118.com 報道嘅新聞。首先第一單咧就係 Preston 市議會重新持有社會房屋。呢個市議會咧正準備喺相隔20年後再次擁有社會房屋啊。不過其首項擬議收購暫時只係涉及18個住宅單位，而該市議會現已註冊成為社會房屋嘅地方政府供應商。跨過咗監管上嘅門檻，因此可以直接建立並持有屬於自己名下嘅房屋存量。即係話之前咧，佢所有 council house 咧都唔係 under 佢 council 嘅名下喎。而 Preston 呢個 council 咧早年曾把旗下房屋轉交予 Community Gateway Association， 自此之後，該市嘅社會房屋及可負擔房屋主要一直由註冊房屋供應商提供。咁講翻 Preston 呢個城市咧。咁佢就係位於 Blackpool 啊，喺呢個西邊，英格蘭西邊好出名嘅 Blackpool 啦嘅旅遊城市嘅東邊，即係佢唔係靠海嘅，佢四面都係陸地啦，係內陸嘅。而佢亦都係喺 Manchester 曼城嘅西北方向啊，高少少咁樣咯。咁係一個細嘅城市嚟㗎。咁講翻啦 ，Preston 嘅市議會領袖 Matthew Brown 表示。市議會長期以來都希望喺經歷長時間空窗後，再次持有自己嘅社會房屋存量。如今呢個目標又向前邁進一步，有助應對 Preston 居民可租住嘅優質係社會租金及可負擔房屋短缺嘅問題。社會租金及可負擔出租房屋嘅需求仍然非常高啊，輪候名單好長，而不少家庭正居於質素較差嘅私人出租住宅，令情況更加受壓。咁其實呢度要澄清翻咧，私人出租住宅咧就唔一定代表差嘅，有時係更加好嘅。咁可能就係因為 Preston 嘅城市，佢嗰度啲 landlord 啲業主咧係冇好好管理嘅啫。咁而呢個 Matthew Brown 咧補充就話，正如全國其他地區一樣，市議會近年對臨時住宿嘅依賴亦有所增加。呢項措施有助重新平衡供應，提供社會租金住宅。市議會已獲一名發展商接受其對18個住宅單位嘅出價，並將委任一間註冊房屋供應商，負責日常房屋管理、維修、法定合規工作及監管支援。市議會亦都話，直接持有呢啲住宅，可以令佢增加以社會租金出租嘅房屋供應。並將單位分配於優先需要協助嘅家庭，咁即係意思係社會租，即係話平啲啦，係嘛？定係市價社會租金？睇翻英文新聞嘅原文，社會租金咧就係指 social rent。咁其實每一個 council 啊，咁其實都有佢自己嘅 housing allowance 嘅，咁係個個 council 唔同㗎。咁而我自己咧喺 Glasgow 咧就查過啦。如果一個兩房嘅單位咧，咁嗰個 housing allowance 咧，咁佢係以每個禮拜計嘅，咁為起都係由130幾磅到140幾磅咁上下啦。咁佢52個禮拜，其實你除翻乘翻52再除翻12咧，其實每個月大概係550磅咁上下啦。咁個個 council 會有少少出入嘅，有啲多啲，有啲少啲。咁我諗 Preston 可能都係咁上下啦。咁講翻啦，市議會指出近年市內落成嘅可負擔房屋中，只有很少部分係以社會租金形式提供。過去5年 ，Preston 已有超過1700個可負擔住宅單位落成，主要由註冊房屋供應商自行興建，或向私人發展商購入可負擔房屋。原來之前嗰啲咧就係好少部分係以呢個 social rent 去計嘅，即係比近多數大部分都係接近呢個市場價格，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好平嘅。咁今次咧呢個 Preston 市議會嘅動作咧，算係一個好嘅開始啦。咁希望佢可以繼續令呢個步伐更加快啲，幫到多啲嘅居民啦。好啦，第二單咧就係講呢個英國沿岸，即係佢海邊熱門地區樓價咧大幅回落喎。雖然咧近海嘅物業仍然係值錢，但係根據研究顯示
英國一啲咧最知名嘅海邊地區，樓價喺近一年內最多下跌咗係38%啊，係多過1/3。根據地產公司 Yopa 嘅分析啊，Yopa 係一個十分之出名嘅喺英國，佢係有好多 franchise 嘅地產嘅 agent 嘅，全英國都有㗎嚇，包括蘇格蘭。咁 C houses 咧係被研究地點中年度樓價跌幅最大嘅地方。C houses 即係話唔同嘅類型咁多種屋入邊咧，C houses 即係近海嘅屋嘅種類咧係跌幅最大嘅，平均物業價值下跌咗38%啦。咁而以城市嚟計咧，Port Meridian 呢個 Port Meridian 咧喺邊度嚟嘅咧？我都要 check 下先。佢嘅樓價下跌咗20.2%，而 Fowey 則下跌咗18.3%㗎嚇。咁睇翻地圖咧 Port Meridian 呢一個地方，佢就係喺呢個威爾斯嗰度嘅。咁喺 Google Map 嗰度就寫佢係一個村落咁樣，都係旅遊區咯，我估計。其實佢又唔係完全對住個大海㗎喎，佢係喺一個內海啊。咁 Fowey 就係 Fowey，我諗應該讀 Fowey 咧，就喺個英格蘭南邊，好南啊，近住 Plymouth 嘅再西邊，都係一啲我諗係旅遊嘅小鎮，係嘛？咁講翻阿內文啦，不過擁有海景嘅住宅仍然相當昂貴，而喺最受追捧嘅沿海市場，買家要支付最高達76% 嘅日價。哇！咁計一計條數，本身如果要俾多76% 嘅，咁而家跌翻20零30%，咁其實你都仲係要俾多38至50%。咁而 Yopa 行政總裁 Ivona Frankish 表示，英國不少沿海熱門地區喺疫情期間錄得非常強勁嘅樓價升幅，當時買家更重視生活質素和居住地點。同時亦受惠於居住及工作地點更具彈性嘅趨勢。因為原來嗰陣時疫情咧，好多時都 work from home 啦，咁同埋咧佢就係嗰啲沿海地方咧，咁啊更加空曠。咁呢個人與人之間個 physical distance 咁啊闊啲，咁啊覺得安全啲。咁講翻，隨着市場回復正常啊，呢啲高價地區嘅樓價出現降溫，其實並不令人意外。佢亦都補充話，不過呢項研究顯示，市場對沿海生活嘅需求仍然非常有韌性，即使部分地區出現樓價調整，英國不少最受歡迎嘅海邊地點仍然比周邊市場有明顯日價。數據顯示 North Berwick 嘅樓價下跌咗13.8%，其次就係 Lossiemouth 下跌11.8%，而 Watchet 呢個咪 Watchet 啊 ，Watched 喎 ，Watchet 即係下跌10.7%。我唔係講粗口啊，佢應該真係咁讀啊。Alford 亦錄得雙位數跌幅，平均樓價按年下跌10.6%。咁呢個輕微好多啦，10點幾%。因為你本身仲有日價70幾%㗎嘛，平均咁你跌咗10.6%，其實個日價都係有成超過60個 percent 喎。咁而 Yopa 指出，若把沿海地區嘅樓價與所屬地方政府範圍內嘅平均樓價比較，若干沿海地點仍然存在很高的價格日價。Sandbanks 嘅日價最高啊，平均樓價為682598比 Bournemouth、Christchurch and Poole 整個地方政府區域嘅平均樓價高75.6%。而喺 Padstow 買樓嘅人平均要比該地方政府範圍嘅平均樓價多付70%，而 Salcombe 嘅樓價日價為68.1%， Perranporth 比周邊市場貴55.4%。咁咧下邊又講一啲相對便宜嘅海邊熱點啦。Thurso 呢個比較方式計算下，最便宜嘅海邊熱門地區嚟㗎啦。佢嘅平均樓價比整個 Highland 地區嘅平均樓價低38.1%。咁即係應該都喺蘇格蘭啦 ，Highland 啊嘛，即係 Thurso 呢個地方都喺蘇格蘭嘅。而 Scarborough 呢個唱歌聽過喎 ，Scarborough Fair 嘅樓價咧比 North Yorkshire
平均水平低34.8%，即係 Scarborough 同 North Yorkshire 就係英格蘭啦。而最後呢個最抵玩嘅呢個 Weston-super-Mare，即係比所屬地方政府區域嘅平均樓價低27.5%，就係呢個差距最少啦。Weston-super-Mare 就係喺呢個英格蘭嘅，我早幾年都有去過，係觀光過，都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嚟㗎。我相信都係幾熱門嘅旅遊城市嚟㗎。嗰度係有一個好長長嘅海灘，咁係都幾靚嘅啲景色，但係啲海灘啲沙又唔係好幼細嘅，唔多適合游水。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條片啊，早幾年。咁啊，今次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呢兩單新聞啦，多謝各位支持啊！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有關英國地產嘅新聞，下次再會，拜拜。